各位看官好，我是曹雨虫。今年国庆期间继续在上海旅行，正好这几天有一个海外回流文物的特展，到了上海闵行区博物馆，其中还有圆明园兽首的珍品，所以我特地去参观一下。这个是要在闵行区博物馆官方公众号上预约的，现场直接去的话，排一块儿队也能进。这个特展主要就是看圆明园12生肖兽首中的5个，还有从商周到两汉的40多件青铜器，都是从海外回流回来的。我们就直奔主题了。12生肖兽首现在一共有7个回到了我们国家，分别放在圆明园、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还有龙、蛇、羊、鸡、狗这5个不知道在哪里。今天这边是一共来了5个，牛、虎、马、猴、猪，其中4个是真的，马头是复制品，真品在圆明园里。我们一个个看一下，先是牛首，这是1985年一个美国古董商在加州一处私人住宅里发现的，后来1989年台湾企业家蔡晨阳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4.85万英镑购得，最后2000年中国保利集团又以700万港元买过来，现在保存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然后是虎首，也是1985年的那个美国古董商发现后，在1989年被蔡晨阳以1375万英镑购得，最后也是2000年被中国保利集团买来，现在保存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我们看这个虎首旁边的毛做得很精美，纤毫毕现，而且它原来还是有一根根的胡须的，但是后来被损毁了。马首的经历前半段和牛首、虎首都一样，最后是被澳门赌王何鸿燊先生以6910万港元购得。2019年，何鸿燊先生将马首捐赠给了国家，并于2020年重新回到了圆明园。这次来的5个兽首里，只有它是仿制品，真品现在在北京圆明园里，我们去的话应该随时能看到。然后是猴首，这是1987年由前面说的台湾企业家蔡晨阳的哥哥蔡晨南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6.5万美元购得，后来2000年保利集团以740万港元买来，现在保存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最后是猪首，2003年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美国发现了猪首的下落，经过诸多努力，美国收藏家同意将猪首转让给该基金。后来又是何鸿燊先生以600万元人民币将猪首换回，转赠给保利集团，现在保存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接下来还有很多海外回归的青铜器，我们挑几个重点的看啊。先是这个西周的岁宫许，应该是岁国的国君所造，距今2900年了，里面有98字的铭文，详细记述了大禹治水与魏正以德等内容，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关于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弥足珍贵。这个是西周的彭济凤鸟尊，因为盖子里有8字铭文，彭济乍族考宝尊仪，明确说明这是有名的彭氏家族某位成员所造的青铜礼器。这是一只昂首挺立的凤凰的形象，头顶戴着花脸状的冠，长长的尾巴，背部的盖子上还有一只小凤凰，2只凤凰都装饰了鳞状的羽毛，是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2004年由保利集团斥巨资从海外购回。这个是颇受小朋友喜欢的立兔形点尊，也是西周的，也是一个酒器，它背上还有一个小兔子，是酒器盖子的把手。我们看这个兔子的造型还是很生动的，3瓣嘴、4瓣蹄，短尾下伏，萌萌哒。这个就更漂亮了，
神秘有来自西周早期。我们看，有的袋子和夏民身体上都画有神面，双目圆睁，威猛之中又略带笑意。盖子顶端站着一只猫头鹰，鹈鹕两端各有一个大象头，中间还有一个墨。专家认为，有上的神面就是当时人们心目中最高的神天帝，而大象、墨等则是天帝手下掌管各方的神怪。这原来是圆明园里的文物，太漂亮了。这两个是战国时期的嵌塑社会生活图画符，也是距今2400年了。这个主要看上面的人物图案，这一共有4层，有射箭、采桑、打仗、斗兽等场景，全面反映了战国时期周代贵族的生活场景。我们再看这个东汉时期的西县文尊，也是用来盛酒的。它的盖子描绘的是博山的景色，博山是汉代人想象中的一座海上仙山。我们看浮雕状的山峰错落有致，以西县云气纹衬底，将博山描绘的惟妙惟肖。我们看这里有个青铜器的用途简表，还是蛮值得一看的。作为石器的有鼎、簋、曲、豆；作为酒器的有爵、钴、雷、尊、有、鼓等等；作为乐器的有挠、钟、钹；作为兵器的有钺、矛、剑、胄；还有杂器、化妆盒、博山炉、香薰杯之类的。这些东西这个馆里都有一些，我这里就不带大家一一看了。最后就是这个展门口的圆明园大水法光影秀了，还原了当时圆明园海印堂前大水法的原貌和12生肖兽首喷水时的样子。我后面就是全程录像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到底哦。
关注草履虫，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大家好，我是草履虫。上个视频我们游览了闵行区博物馆里的特展，原名元兽手回归展。